係啊，各位聽眾，歡迎你人到到嚟邊嚟學嘅你節目。這禮拜呢，林伯就會招幾那啲朋友起來講電子嘅物件 ，technology 嘅物件。這禮拜我是頭一擺用福建話講。iPhone 5。頭一禮拜講 technology 呢，就是講我哋叫做邊嚟學嘅電器店。所以我哋咪講電器嘅物件，咁樣啦嚇。iPhone 5。特別這禮拜呢是食菜喎，這禮拜是叫王爺，特別我哋 postpone 咪叫王爺話題呢，我下個禮拜嘅講叫王爺話題，這禮拜因為10月4號叫王爺， iPhone 5。是唔是叫王爺係節啊？是唔是叫王爺係節？iPhone 5 announcement 啊 ，iPhone。是唔是啊？成個是啊，個小試過攞位地址斜壁。哦，不，那斜壁是個10月4號是幾號？斜幾？斜壁咯。10月4號斜壁是都好斜，就是講都好都掉佢哋隻菜時候是 iPhone announcement 啊，所以我咪等講 after announcement 一個嚟講隻 discussion 啫，我咪 before 時陣講啫，所以。冇人講嘅 topic 當然講嘅時候，伊 already announce 是都冇 relevant 嘅嘛，冇關係啊嘛。是咯。所以我是 push 去下禮拜，兩個都嚟聽我嘅講食菜物件。即係禮拜咧，我是咪講iPhone 嘅。แล้ว OK，嗰個就是小鏡會唔會在？我 at 小鏡。แล้ว這禮拜咧，有對成個 news 啊，我真係冇白的事。但係參與介紹我嘅邊先。我這禮拜嘅特別嘅邊咧，就是阿莫丹歡迎。Hello。老趙啊，แล้ว個冇莫白歡迎。Hello， 大家好。แล้ว個靚浪。我是 iPhone 5。แล้วก็วิวว่า對啦喂，還是啲泡狗逼，วิวว่า啲泡狗逼，泡加困了啦。哎呀，死人面嘅。OK，แล้ว一個等對來是啷個介紹伊，แล้ว個有小鏡特別未通喎，小鏡我睇等拍伊。OK，唔緊看啷個 OK，那咪講 iPhone 5。這裡攏最有興趣，baby。耶！最有興趣，baby。我是驚看嘅。冇我白錄 baby 咩？你唔是冇錄緊咩？最近咩 ？iPhone 4呢？我係啦，我 iPhone 5啊，是有 4S 同 iPhone 4S 有幾粒啦。I mean，你是講要出哪粒咧？你是講要出 4S 尋5咧？你唔會邊哪粒啊？冇出 4S 啦，我出 4S。邊哪粒？這個才出呢 ，update 才 update 呢嘛？咪，邊哪粒啦？你會邊哪粒啊？你是邊一個粒嘅嚇？冇，因為我有哪裡手電話嘛。哦，你冇上 number。iPhone 咪是 update 才 update 呢咩？Hello update iPhone 4都冇 update 啊，先至出嚟。冇 iPhone 4 update 了，伊咪是冇 S 加是蝦米物件，冇伊是內邊嘅 update 呢，所以蝦米都冇講。意思冇啦。你看 Mac 嘅 news，大概人就寫。冇啦，冇影，伊是講伊出嚟擺 iPhone 嘅時候，你是講出嚟擺 iPhone 嘅時候，講伊 thickness 冇上嘅兩邊話冇影唔對。別是，這個才出嚟嘛，這個才 N 又只有70咗，係咪咯？幾號了？伊嘛是伊個，伊個迄個，伊嘛是伊個後尾出了㗎。哦，你是講伊個8 number 啊？哦，你是講 N94號。N94 update 了嘛 ？update version 了嘛？我出應該是無 4S 咯 ，because 伊咪砍掉，伊咪按照講創 iPhone 5嘅 news 寫嘛。特別未講嘅，特別意思講 ，let's talk iPhone 喎，let's talk iPhone 是有可能係咪物件 iPhone 未使講 iPhone 4，未使 iPhone 5。我特別你看 Apple 你特別出物件，伊是講 main 嘅物件嚟講，伊就冇出牌嘅物件啦嘛。伊出牌嘅物件本好，伊本是 maybe OK，咱講成，人隔了啦，人感覺到伊嘅名是應該叫咩呢？伊名 iPhone 5啦。 Next new iPhone 應該係咩？名叫咩
iPhone 5啊是，伊是講伊電話照我看，也是伊像個 iPhone 4型嘅 design 個了像啦。特別伊嘅 speed camera 會upgrade 較好嘅，應該嘛是個 4S 咯。特別也是伊面口型嘅 design 完全無像，應該是5啦。但特別個有聽人 rumors 講咗，都見咩出一個較便宜嘅手電用8GB 嘅 memory 咗，了有人講是用 iPod Touch。來係講電話嘅，有人是講愛出一個 iPhone 4嘅 downgrade 嘅 version，所以學 prepaid 嘅 market 都所以 rumors 也濟嘛，都地少3款嘛。哦喲笑！我出 iPhone 4啦 ，iPhone 4 pick up 片啦 ，iPhone 5出先啦。成日聽到你 3GS 嘅 phone 咪是當天咪是被吸辦機去啊咯。是咯，當然 still 會被嘛。個半字。我這擺出嘅應該是5啦，because 做咩說依個 case，安尼隻 case 要按照講先輕嘅 case 要出。伊樣講你先輕是唔是 tapered 嘅啊？依 iOS 本 iOS 5對啊。แล้ว你 match number 啦。แล้ว阿莫丹呢？阿莫丹呢？你感覺呢？我哋人講有64GB 嘅 memory，4 inch 嘅 screen 咯。特別一樣會上加做加到對 edge 咯，上加 enlarge 到對 edge 啦。伊 screen 喺邊？特別我看到伊個，我看到甲歹看了。嚇，太過癮啊！我聽講真啊嘅，按照講啊 ，touch 到伊個 icon 啊 ，because 你 edge。都見你 finger 了，伊個安尼搏。那對你隻 game 掉時，我是 accidentally 崩掉咋？嚇對。了我是 developer 啦，我唔應該講嘅啦，特別是真。不要緊啦，要不要聽我講話？一隻新嘅係咩咯？新嘅按照講 function。function 咯，即係新嘅物件，探做新嘅function 咯，了，我知道啊。This time usually 我這朋友當初因為是 developer 啊 ，usually 是有幫我嘅 phone 嚟用曬，但是 software 是要叫我 install 啦。特別我知道我冇做我講啊嘛，所以我冇做你講嘅是 developer 冇好啊，所以我知道我冇成日講。我冇 experience 就只你 beta software usually 我較只 start 時啊，伊 beta software 我成 try 成嘅，一 try 啊，到時出線嘅時候，特別我 try 乜是較晚較尾嘅時間 try 啦，較只是，有時咯，是較晚你 go the master 時我較 try，我見講伊就 buggy 嘛，見講伊點排，所以，見講伊成個，你把 upgrade 了都別當 downgrade 嘛？嚇對，了我是見了我 usually 是話。等伊個 master 是個 master 佢就是唔講就久啊嘛，差唔多一季節就出嚟啊嘛。然後我知道我冇買，我知道我冇去 follow 呀，我冇去對，所以我感覺到那是伊出嘅時呢，我就被打呢，我就是慢慢我是講10月4號時候，我俾叫我 computer 去做工。in case 佢 update 嘅時候，我直頭 update my phone。Don't remember to back up 啊？對 back up。แล้วลอง講ตะมา就是阿莫丹講64GBแล้วลอง感覺到咧，ลอง感覺到係咪物件 iPhone 5啦，嚟先講 iPhone 5嚟講啊，有時出新 iPhone 5，ลอง感覺到係咪新嘅 feature 咧？伊 hardware ？Master processor。一人講。我講先啊。8 camera 咯，我單整固咧 camera。8 megabyte， 8 megapixel。megapixel 啊，即係講係 megapixel， 即係8 mega 點啊大點，哦，mega 咪真大咯，所以8真大點。8真大點啊叫，哇！伊收音機8真大點。OK แล้ว8真大點乜講咩？我屬格就是我愛就是愛迄個爾咯，伊 design 咯。做咩事你要8真大點咩 ？Because 伊咱即種 iPhone 是用 application 嚟創伊個 photo 水嘛。
有時講擴較大嘅 pixel 嚟講，咪擴較水咯啲 photo。哦，較 detail 啦。我之前有無？在我之前有 camera， 有 iPhone 啦，就無加 camera 啦嘛。較濟我 camera 就是 iPhone 嚟嘛。係啦，對。我the one and only request 就是迄個呢。哇！所以你是被大點啊？無，我們即講咩啊？被加 speed 咯。係咪㗎？被扣，被咩度啦講？被進大點嚇。like 你出隻新嘅咧technology 嘅即係 index 嚇 term 啊，被進大點。iPhone 個被進大點嘅小影機。你即係你部冇白講，你不要咩新嘅 feature？是 A5 chip 啊，A5 chip 是就講有內線啊，就講是內線話。內卡嗰是紙啊。call 是 SIM， 南邊的嘛 call 是 SIM 嚇，對 ，Apple call 是 SIM 啊。內線內線咧較快啦，係嗬。依家快，因為都見我用即個iPad 2喎，做工啊，用我嘅咩佚佗做 iMovie 啊，iMovie 嘅即個係咩 Keynote 啊，真正咩啊，แล้ว即係我 transfer 去我嘅 iPhone 4用嘅時候，哎呦，lagging 我夠嘅版。我記 iPhone 4是 A4 chip 啊。嚇，對。A4 chip 呢？阿莫丹你會感覺到係咪出係咪新嘅 feature？哇！等啊，我唔知咯，特別。有冇啊？買啦。我啲切出來。買啦。冇誒，chip 直冇出嚟。一吹出一模出，我覺得係。你講話，依 iPad 咧，我知。一模你都出嚟。好啊，是咧，我係 Twitter integration 了。係咪 Twitter integration？就叫。你照差唔多啲啦，照到啲 iPhone 入邊啊。我係 Google Plus 喎。啊，Google Plus。我咪 Google Plus integration。我即個都冇去 Twitter 啦。Google 嘅。你我個歡迎我係君主管對哪位？對嚟啊。君主管你有拍算俾即係10月4號是幾節？10月4號馬仔咯，馬仔10月4號，10月3號是8月嘛對，10月4號，你馬仔announcement 嘅時咧，你係講有出新 iPhone 都俾啊。我舊時應該都 Apple 嘛，我希望我有咩 release， 我去排隊。你俾啦，你當叫用大 iPhone 4？我係住 iPhone 4，不過用 3GS。哦，你用 3GS。哇，本是 3GS 咯。哦，你咪是等一隻股咯，被 upgrade。是咯，iPhone 4，because iPhone 4依 area 依係咩啊？依 receiver problem 嘛。哦。你我本身對依 design 是按照講 design error 咯。哦。glass 依按照會當電話 glass 嘅電話。特別冇啊，你話 still successful iPhone 4 sell 呢隻。嘛是啦，特別依 design 嚟講是 design error 啦，我知道。我冇查，我是搭你 iPhone 出來，我是買嘅。係是啦，我特你俾了。我 since 我頭一個 iPhone 啊，我出 iPhone 頭一個 iPhone 買 3G 買 3GS 買iPhone 4買，4年嘅咩？你 first 一本有買咩 ？The first one。我 first access 係談 free 嘅。original 嘛，伊用 2G service 嘛。original 誒嚇，我有 original 嘅，我係是幾 G 啊？8 G 啊，8 G 是算大咧嘛？伊是4 G 加8 G 嘅嘛？我下個 Steve Jobs 做 presentation，伊講4 G 加8 G，after 唔知2008伊個出16 G。啊對。特別我諗談嘅是8 G， because 我談嘅是嚇。當然實講啦，冇做啊！點解我對 Apple 做嘅是我談 free iPhone 嘛，一人是限制你。哇！我覺得But 特別 after customer 時候
No, this one 啊，一出頭隻 iPhone 嘅時，because 一隻貴嘛是無 subsidize 嘛，所以無講成日 baby 要交會嘛，所以我人就等那個差唔多一個月，可能3-4禮拜，哎呦，我等到我冇病，我講聽我知到時，哇，我就想到報告時，我咁樣幫細路課。Because 我聽我是讀到 rumor 啦 ，rumor 講哎呦 ，Steve Jobs 嗰時 announce 到啲即Cupertino 嗰時 announce 講 everyone getting an iPhone for free 就係，然後特別那時你做 part time 嘅 retail 啦，那時你做 part time 你特別你做一年，嗰時我已經做咗一年啊，所以我冇驚。然後我是哇，聽到是我使不出來哦，咁，然後呢時應該是歡喜咯，歡喜，呢時間咗我講聽我係時我係等我公司是 Verizon 嘛。所以我被特別叫佢哋落300塊600個哇講少就，特別呢我那時個價單個價單一禮拜2禮拜，可能我都免考慮嘅就一個月可能3禮拜，我被單啊頭家 cancel 嘅件事，你比較虧先嘅 line 咩？別我買虧先啊 ，because 我 keep a number。我被 keep a number， 所以我那是講我那是等學你我個內欄，你我儲個內欄，所以我別得我之後，哎呀，收手去啦，反正伊個電話是 free 嘅嘛，所以正學300塊曉。你有人嘅俾行，你是頭一款。伊個你隻頭隻 iPhone 正水喎，伊後尾是 aluminium 嘅哦。你講這是你有可能有 aluminium 冇？知道？是咯。希望成 iPad 咧，可能是咯。特別我未感覺講到即係 因為 aluminium 嚟講，伊鐵嚟講，伊被 interfere 伊嘅係咪 antenna？我知道應該未啦。I think 伊 antenna 成個 3GS 啲掉咯，成個啲掉。Because 應該被 interfere 嘛，因為 iPad 嘅。Because iPhone 4是錄當緊伊個 antenna 噃。你是講是 iPhone， 我出 iPhone 5應該是放緊裏邊啦。伊本是鐵本好，特別我出伊未 connected 掉咯。你講我出 我出 iPhone 是別安尼。冇白你講未？我講應該是被 interfere，因為 iPad 2我有 3G 嘅 version 啊，伊嘛是後尾 aluminium 嘛。哦，嚇對，特別 iPad 2較大喎。antenna 是地面嘅。iPad 2嘅 antenna 是凹嘅呀。合併嘅嚇對。地面凹一地嘅 antenna 合併。是咯。特別我唔知啦，你個單看都馬仔時，但慢慢單看。你讓即係 show 出到馬仔咯，特別我能夠喺單個真久個咯。哎呀，單到冇講隻久啦，一個節嘅。At least 半年。係咪半年？出住嚟啫。哦，小驚呀，小驚歡迎。大家好。馬來西亞半年是啊？唔係哦，對，等陣時間報告。新加坡、香港、日本、Australia 出聲。我冇時間新加坡夾掉 iPhone 成嘅啊！你咪是去杜蘭？我點iPhone 4是8個月嘛，去年8個月夾掉嘛，馬來西亞等價9個月，那 Jeep 是做咪貴？個拿住有咩關係？I don't think 拿住有關係，特別。就一擺講 3G 呢，我時時愛去排隊啦，排隊咧講一個禮拜無力嘅。哦，小驚啊，你有拍水尾尾啊？有可能啦，人哋冇嘢啊嘛，我係先貨。掉落人頭去，你同我講下人頭樣。Hello。唔是講係除咩？你買貨咩啊？哦，買埋 iPhone 佢哋是 mobile me subscription 㗎mobile me 安怎除袂掉咧？我啦 mobile me 最終係 free 嘅啦。free 嘅嘛。當經 iCloud 啊嘛 ，all in one free 啊嘛。慢慢來，冇單慢慢來，冇單來。如果冇單一齊講爛嘅。mobile me 預我啊。以前嘅話呢，伊 actually 是 detect 你 GPS 嘅 location。แล้วสังกัดกองบอลรู้ register เลยหอ so รู้ detect เดียว near รู้ area สังกัดกองบอลรู้นะใช่ก็รู้ฉูล่าเดียวบอลรู้ฉูฟ้าโซจันน่ะสิว่ารู้ฉูที่เป็นหอ so in between about maybe
500m 到1 km 內邊伊會俾路去解邊位啫。所以你去特別你咪是在 approximation。no。是講收袂掉，夾袂掉，你家己嘅 phone，你嘛 at least wipe 掉伊個 data 㗎。特別你有吹掉，你有 detect 掉伊就得咯。副主管 ，I mean 唔是小驚。我聽講。我都好水點先嗬，actually 我 activate 點先有 problem。so แล้วว่าจุนบริษัท activate because ว่า activate iPad แล้วมาแล้ว iPad activate แล้วจนเดี๋ยว iPhone มาแล้วเสียง activate มาเหรอ activate 是講咩 activate 翻埋 iPhone เหรอแล้ว iPhone 有 problem activate ไม่掉แล้ว哎呀เมื่อกี้น่ะบนจุนของเขาเท่ละมาแล้วไอ้ใช้ซาที่เราเป็นอะไรก็เขาไปอยู่大家諗下แล้ว唔係講，咱若是講啦，吼，咱 detect 袂到講伊伫倒落啦，你是個一個 function 是會 send SMS 嘅咩？不，send 能關路啊，冇路會 send 講。我聽講會使 block EI 是唔是啊？對，會使你難冇被用掉。迄個我愛有誒，愛 contact 你誒 carrier，你 provider 或者你 carrier，伊有誒 carrier 甲你創，有誒 carrier 做一擺賣菜你誒噃。對。特別我問你小嘅，你講你不，I mean we 話我本啊 ，because 我用翻埋 iPhone 啦，你有用哦，我自己用過。我把 iPhone 4啦，然後我有 lock 起來喎，我 last night 我唔是冇電啦，我是夾嚟切盤啦。落去。所以你成日看你電話咧是特別 turn on 啊，是講人識嘅人咧，用撳呢電話起來伊就白啊嘛。你像是 A 咧。咩啊？白，你電話撳起來，伊就你按照冇辦法，你電話撳起來按照可能就冇 communication 啊嘛。所以你特別有 communication 嚟講，伊個係 send 去你 location 嘅。แล้วอีกก็จะคุยตัวตุ้ยน่ะสินี่但是講伊คุยตัวตุ้ย冇 remove 佢你嘅翻埋 iPhone account 嗰啲你 mail settings 嘅嚇，你咪是誒個咯。但是講伊撳一食嚟講，伊就係 disable 你係你翻埋 iPhone 嘅setting 去喺度邊咯。哦，對嗬。所以讓特別我落起來，我一部電啊，我慢慢落呢。你一落嚟講，伊特別去 reset 佢，但係佢 reset 佢就邊啊？上好嘅辦法是冇人偷本好都 lock 你嘅 keypad 咯。來接住講，小驚 lock keypad 啊。小驚。中國 already 出隻新嘅 software 咧 ，OK。once 你拍基本好嗬，伊 format 叫你幾條電話去 ，including 你嘅即係物件。迄個 back to my Mac 嘛有。แล้วเดี๋ยวดูวิธีได้เดี๋ยวเลยอีเวนต์มองว่ามีวิธีได้cái hiệu nữa cái hiệu nữaแล้ว等陣 OK 咱講即冇報名係แล้วเราไป講 about 即 iCloud 哦 iPhone 咧講 iPhone 咧講 iPhone 係咪講Tapi tokim iPhone lagi apa iko ini debetan tapi iPhone lagi feature dan tokim iPhone 4ท่าน用了嘛 I mean tokim lu upgrade ด้วย iOS 4.ให้มี用噶嘛成家講你自己 device 去 App Store 買物件嗬一 push down 哈利是 beta 呢哈利是 beta version 呢好多 trial 呢會 fully 出過特別一部個了我手電ท่าน用了我在迄個 purchase 有ท่าน用is technically still consider beta 嘅 because iOS 5出嚟時 iCloud 嘅 fully function 啊iPhone 咧 iPhone 入面攏是講咩物件攏講就成我幫助iPhone 攏是講咩我蝦米咯我知道頭擺會較好咯頭擺咁冇咪較好啊頭擺路 IDs 有個會當一部隻物件有先你咪見咧 announcement 啦你咪就係是 announcement 出嚟啦唔知噔就出嚟我去攏幫我蝦米啦我知道講OK iPhone 啊tapi iPhone 唔是講咱人嘅物件咱效應咱人嘅 file 係咪嘅了啊伊會使塞落來互咱特別嘅 device 嘛 OK 嘛甲用你免特特兜去先啊嘛
特別有咯，有安怎講 time limit 啊，你 time limit 個你係咪你 gigabyte 嘛是 limited， 你 gigabyte 叫咩？你 space 啊？tapi asal lu si mobile ni subscriber lu tan ka gì mà. But 你未知伊其實 delete 你物件無？啥物件？你未知講其實你 backup 無佇無？ I think still the computer because computer. Lu chỉ tao về backup. Let's say ha. Di lu ideal sing. Let's say啊，咱即陣咱有 iPad 有 computer 有 iPhone， that's why 咱少袂通考。有個人是 iPhone 爾無 iMac 本無 iPad 本，伊人是講是夾一個電話爾。你人想講伊人夾個 picture 了就有 backup， 了一擺敢若伊個電話無佇去，伊個 picture 了咧無佇個了本，真係 confusing 咯，我是條。好嘅 question 本咯。這本是好嘅 question 本。Tapi講起嚟人可能有一粒手電嘅，伊無 computer 啦，係哦。伊也是電話碰見，伊嘛無 backup 頓。但係是講伊電話碰見 ，at least 伊淡薄嘅時候，應該 up to 伊 maximum 伊 memory 有多啲 iPhone 嘛。But at least 啊，伊會知講伊個物件無 backup， 伊個手機可能伊個手機 hard disk 啊，還是可能伊個手機 memory card 啊，還是伊會收起來啦。但即陣伊是講是Tapi伊敢若有一粒手電，伊按收啲，伊按收 hard disk 甲 memory card。安怎會袂當收咧？伊用蝦米用 iPhoto 夾出來就好了嗎？可是伊會想辦法啦，伊會去想辦法，你知啊 ？Because 我早我聽誒 iCloud 嘅時間，我想講是伊甲我iCloud 嘅時間，我想講是iPhone 啊，我想講是伊了 backup 起來無？Tapi the real thing 是伊無，伊 backup 是 recently 物件甲你 allowed a space 爾無？普通嘅人你去到伊人會 understand 無咧？伊邊我是講，你是講伊會用 iCloud 嚟 backup 你 iPhone 嚇？我是講伊真係 confusing iCloud。咩事咧？但係你 explain 咧嚇？我 explain 啦 ，because 伊one of 伊 function 是講你 capture a picture 啊，嗰時你 recently 嘅 movie 咧嗰個一清理嘛 up to， 就是 iPad 咧。即個小鏡你 mute 你咪不講話事 please， 紅線就多聲。咁我冇紅線，我佢係講你 computer 啦 ，iPad。computer 咧，會聲就多聲。那有 computer 嗰時，那有 iPad 嘅時間哦。那有一個 copy 緊那 computer 嘛？但是講迄個無 computer 無用 iMac 本無用 iPad 嘅人，伊個電話是講無佇，嗰時伊無小心 delete 掉伊物件，無去了咯，伊 picture 伊本袂知講無去咯，伊想講有 backup 嗎 ？But 較好佢無保行啊條。Normally 無是咪是無去？Because 都無保行嚟講，誒 take the effort 講去 backup 是講有 important 嘅物件。特別你是講安怎無 backup 咧？安怎係咩意思無 backup 咧？伊唔是有 backup up to 1000 of 你 most recent 嘅 camera roll 咩 ？Yeah, most recent, right? 呀啦，特別一千張就一張你知哦。我係知一張啦，特別有嘅人是無嘅嘛，伊無 backup 蝦米就無，伊就講是 講無 backup 嘅人都無插啊咯，是無 backup 嘅人。At least 是成日講你成日 second try， 你 still 到啲處嘅時候，本是 now with 特別我聽講下，你 backup only happens during WiFi 呢，你特別 plug in 呢一個 backup 下，你平時 3G 是無嘅。是咯。伊真啊，伊安怎講？伊無 explain 咯，講。I think 出來是 iCloud announce 是應該報告是應該較濟 information 個，馬仔就嚟聽。以後馬仔我準備以後做好，我哋好就冇 meeting 嘅咯，做緊事。lunchtime 啲，我諗 lunchtime。California 10點嘛？我這邊9點啊。我都請嚟聽，唔知。唔知有 live feed 咯嗬 ？Next day 做工咧。冇了咯 ，because WWDC 都冇。特別別講咧，我唔是姑姑，小驚。你馬仔做工咩講？拜二啊，我是講。是咯，馬仔拜二啊嘛。馬仔拜二嘛，今日13號。哦 ，OK。冇。我
我咪可能有就拍水杯對 blog 還是 maybe 有 live 咧 ，maybe 有 live feed 咧，啷個 live feed 咯 ？because 到底 Cupertino 做嗎？對，就是但係我 Cupertino 個應該有 live feed 啦，因為到今時你 CEO 出來買好貴些，嘅人講呢邊啫。Tim Cook 啊？啊 ，Tim 豬，Tim 豬嘛，Tim Cook 話掉 Tim 豬咯。啊，Tim 呢等人氣。你 Steve 是姐姐剛啦喲。哈咩？掉 Steve 剛。啊，葉剛是姐姐剛嘅 EUS 嘅數喲。啊，掉。打波嘅剛。Steve 係咪叫佢打波咧？哦 ，Steve 是打波嘅數嘅。唔是，波個剛嘛，剛個波。哦，對，波 Jobs 剛。一直剛過呀。意思嗎？แล้วโอเคลอง希望ไอ features 係咪呢 iPhone 5但係唔是講啱啊，希望就是講你想愛冇得到，講是有讀到嘅 rumor 係咪？IS 換掉佢哋講，佢哋 ISO 嘛 ，iOS 佢哋 iOS sorry 嚇，你講佢哋協效應嘅啊。哦，一大邊啊呢？哦，一 volume 嚟呀。嘛，嘿，你講啊，得一係咪啊？得一個 button 係 volume down 是 volume up 等我看。up volume up 啊？plus 嘅啦 ，OK。對。加嘅 OK，加嘅是做 click。即係個較方便咯，我係啦，你是 iPhone 我是 upgrade 呢就會用啊嘛嗬。對 upgrade 去 iOS 5咯。暫時冇用啊，暫時是冇類別。係啦，你講你講俾 iPad 呢？tapi iOS 5 3GS 本嚟 support 掉。我俾 iPad 啊，我 iPad 下掉啦，我3G 冇用。你講？我覺得這種iPhone 嗰是 iPad 本好啦，我就是接 request 呢。係咪 request？ ear headphone 啊 ，in ear headphone please。係咪做？ear headphone 又歹用，啲聲又唔好。哦，哎呀，是，當住特別你唔是佢，你成日俾安尼這個可能這個 party market headphones。特別 in ear headphone 又好聽，你知啊？你有買咩？我有20個啊，真係幾歹啊！真係夠歹啊！啲 Malaysia 係4849。我諗這邊偏嘛，未再做咩事啦，這邊偏咯。你邊條嘅係中國呀？冇啦，你條邊嘅 Sonic 係咩呀？邊嘅 Sonic，邊嘅 Sonic，中國啊，依 Apple 喏，冇可能假嘅啦。哦 ，Apple 冇能假啊，佢叻嘅。中國下接器啊，headphone 啊，頭嘅電話。頭電話。headphone 啊，頭嘅電話，下接器啊，頭嘅電話。耳機。40個俾掉啦。40個。你看啊，你看啊，你搬唔出啲是正嘅，因為伊個 packaging 咗，伊個三角形嘅伊個 container，加伊一個 capsule 啦，加料上，你開起來啊，有你頂，你會知是伊個買位係買邊啊係買伊嘛是咱 original 嘅，還是你訂你使訂一刀去。意思是用 original 你知啊，上嘅公司出，上嘅 factory 出嘅噃。加料上嘅，是講有你頂無好路啊，是伊邊啊買嘢啊。Sometimes 你會使訂 mute，sometimes 伊是好你訂啊，伊會 pause 參 fast forward 加 rewind 你聽嘅劇，伊無好你加了 full feature。哦，你係咪 sometimes 係咪考慮叻啦？先是 factory second。哦，sometimes 咩？等陣係直接講啊，官主個人講。是唔是 factory second？我唔是 factory，唔是 factory，伊是叫嚟比如 S 字啊 headphone 呢。哦 ，OK，interesting 啊。然後你看一家子都清差咗，伊為嘅比如40幾，為都去過10幾，為60幾啦。頭我想計了時，我咪而家嚟 try 咯。為嘅伊個即係裏邊嘅 set up speaker 係喇叭係。為嘅出來嚇，伊聲 bass 嗰頭淡無 treble 嚟，แล้ว為出來聲成個人喵可能即刻冇管你點樣管你。
無 standard quality 買槍先。我穩定我不是講伊 headphone 就是講伊 rubber 為真啊個派搞破哈，對，你知咩事哦？你個機 body 嘅哈對。你 body 就會 disintegrate，你話冇上人哇呀，用嗰骨都冇破。特別我看佢有啲 friend 你想想啦，用一部 abuse 啊，到你要 wax 啊，唔知是。我用伊邊喎，伊邊本未歹噃，特別是伊 in ear headphone 啊，真那個歹。你是講 in ear 嗰啲 silicone 嚇，耶。伊你使去 Apple Store 啦，去 Apple Store 用下都誒。伊 silicone 咋？伊是伊 headphone 到伊 wire 迄個 between 伊 wire 迄邊有一個 rubber 啊。I see。你使去即 Apple Store 入面換咯咩？我換一擺啦，換了過一擺啦，歹勢嗎？免歹勢，買了個歹，配了個買個。不要緊誒，買是去換，不要緊誒，一年 warranty。是 Apple 真係好對 customer，用 warranty 較好。少。我 iPad 我攞到都知哦。做咩做咧？我有買攞嚟 iPad One 嘛。但我 iPad One 我係查某囝用下一粒是攞到，我後生用下一粒無數啫。被 charge 被開 ，charge 被用，然後第二道基本是上問題，換一粒唔知是 refurbish 或 whatever 啦。我講未第二道愛試你啊，伊講被，伊講這樣 policy。伊換是 refurbish，我講我擺入 pay 我學累我就兩線嘅嘛，然後話你第二道我常常你可能問題唔是我係錯嘛，所以我佢有時我想我唔知係俾 iPad two，佢有時 iPad two 所發冇問題啦，希望有我11個月是問題出來，我佢試先。誒，你講被 charge，我本有拄到你個 problem 就 iPad。iPad 被 charge 咗。哦是。iPad 那我用 original 嘅 charger 我被 charge，but then 我買另外一個嗱買別行嘅嗬，別行票嘅會 charge 喎。I think 是伊嘅個牌子啊。Because 我哋去店係 try，伊講也冇被 charge，冇被 fine，I mean reason。So 伊換我。係啦，你去換呀。我同你講，我第第時我夾起咧嗬，到一點 A charge 喎。你 A charge 有問題。咁爆 break。I think 會爆咯。累電。我換隻這裡喎，我換隻這裡插頭的唄。你儲嘅電咯。charger 係啦。charger 對。你儲嘅電。誒，等陣，你啷你聲，你啷我就聽到住嘅聲。你啷嘅聲住啊！我冚起，我個 phone 都對。成個河線咧，可能河線嘅聲咧。係啦。另外有假如是你，你有個 iPhone 4嘅揸咗嗬，嚟揸出嚟揸。哦，依兩個我講 iPad 㗎 iPhone 嘅 charger 是冇聲嘅啫喎。iPhone 嘅 charger 嗬，依間啊會電。聲是聲，但比如講 charge 嚟講，係講iPad 嚟講嚇 ，iPad charge iPad 就一快，iPad charge iPad 嘅快，而家你講啦。嗰時你是10 watt，你是5 watt 嘅嘛？啊，對。對，伊會揸出你所以揸較慢咯。特別你看，你查啲其實伊看你揸。我唔知。wattage 冇最 difference。然後 after that 我對嚟試過在被查咗。Because 頭擺 iPhone 我伊按較 air 喎。你 maybe 伊會 charge 了即陣嘅 iPhone 啊，伊按較懸嘛。that's why 即陣真濟伊 speaker 係咪 iPhone compatible speaker 了袂用無？你是較早是有啲有啊，你是 going from 即係 3G to 3GS 嘅時候。我即陣係 3GS 㗎，舊位朋友嘅 iPhone 4本是袂正咯，伊 iPhone 4本用袂着咯。對。伊迄個是，當你是 problem 是用 switch 去嘅 firewire port 嘅是，用 any 嘅 firewire port 嘅 connection 嘅是。嚟講到對，可以點？講到對 會線。iPhone 5。iOS 5。how many feature long excited？有一個人冇講到嘅啦，actually 我真正希望嘅係 3D 咯。3D？Why you want 3D 啊？拜魯貓？唔係。都要買 HTC Evo。唔係頭聽唔係。冇，等陣小驚，你是買但我等陣就手來幫你啊。
喂仔，但我等先摸出嚟點3D point 咗。阿莫丹，哦 3D point，baru HTC 出來啊嘛。啊，我感覺點解見唔見啊？你迄個 3D 嘅物件，無講個了嘅物件，無人愛白白啊，這邊 zero 啊，面錄隔錄嘢。你未講你攞冇 sky，話攞 industry 人驚 sky 啊。I don't think I was right。特別問題是講啊，特別問題是講無講只隻物件會看呢嘛，唔是咩？我真係我會我學會看出。等陣我俾學機會是就是講，嗱是講 3D 嚟講有，因為是講有想過經過講按照用 3D 嚟 enhance 做你用嘅經驗較好呢，我都係啦。所以你講話 maybe 你有想過，比較冇想過，用 3D 嚟做乜物件？小件 3D usually 會使嘅嚟看小影啊，你咪講佚佗 game 啦嚇。actually 會使嘅嚟看小影啊、看戲啊，嗰啲物件啊。你就係講網絡負債。sorry 啊，可能是我爾啦。我出來電視有 3D 本吼，我看一出戲我未看到了。我出來本是有一個 3D 嘅 camera，3D 嘅 camera 翕了本是用 2D 來看。然後我有 3DS， 我 3DS 還未算一個禮拜 3D 了都砍掉，無用嘅 3D。3D actually harm body 對身體唔好啦。是咩？做乜講啊？對講 medical feel 啦 ，I don't know，because 我出嚟人做 medical，所以人同我講啦。So for long time is not good。聽你講先，聽。我冇咩就係，因為我俾 3DS 我後生，然後yang discourage it on the 3D because you option 嘛 either 3D as in without off the 3D 嘛 so because 真係啲 friend because among my friend 入邊yang做 doctor so yang always say that it's not good for health for long term do a damage to the brain I don't know how true 啦OK 我知道我是做 game 嘅啦你做咩？我是做 game 嘅做 game 嚇 OK 我本時有做 3DS 嘅 game 我會當甲你講迄個是 rumor 無安尼款嘅代誌即係是 according 樣 medical 來人講是 because 一件細囝伊個目睭還未真正安怎講develop 好勢還未 develop 真正大我還未真正安怎講所以做拍膠嘢嚟目睭伊件伊目睭安尼款特別伊人做真濟 research 了話 because Nintendo 伊賣安尼款物件哦，伊是互細囝專門互細囝耍誒。伊個 quality Nintendo 嚇是 best in quality 嘅。反正我翻嚟就係真濟。細囝耍嘅時候是講互囡仔佚佗。對。7歲 above 樣 is 樣是支持可能7歲起嘅使用，所以 anything below 7歲最好別使問安咯。有時你可以講啦。我是 rumor 來咯，無安尼代誌咯。你看 even Nintendo 佢俾你買時，你講7歲起嘅使 E3DS。我做咩說咩事？安尼細囝袂當算 3DS 嘛 ，because 伊個一邊係擦伊目睭啊，嗰是擦伊個。Before 伊個時有 warning 咯嘛 for health reason， so they discourage anyone below 7 years old 別使。health reason because 你變你垃圾你。幾7歲細囝7歲，按照講 below 7 years 細囝嘅一邊放落嘴了，了迄個嘛是 health problem。我驚攞回去 EDS 咯，冇怪喎。等陣我會。是驚你看嘅代志喎，咱再講。我而家 3DS 講住係 legal reason，人哋咪講呢。legal reason。3DS 是無。我即係成 case 係屬於人本來係 for security also 啦。我每當看，你讓最有。有想講暑假買 3D 呢一邊嘅人，但 vote 可能係 guess， 可以特別改變。iPhone 我是講 iPhone specifically to iPhone， 接到啦，8刀 maybe 唔知特別接到隻 iPhone， 讓想講個機會就懸啦。如果有可能，我是冇可能。0%。冇啦 ，0 I think 0。Slim very slim the line the chance。小件呢？小件是小矮，特別冇相對是。你是小矮那邊有冇？當今你用到咩？當今你用到 Nokia。3GS 咯。3GS。
啷住人用 iPhone 這邊當劍 currently，你啷用？哇！會話我用。你搞裏邊用。阿莫即係阿莫單度用咯。冇啦，你用都用 iPod Touch 哦。冇用 iPod Shuffle。哦，冇 iPod Touch，iPod Shuffle maybe 咪冇啊，我聽 rumor 講，我睇到。對咯。係啦 ，iPod Classic 咯。iPod Classic 啊，係啦。iPod Classic 個能比咩？係咪 ？iPod Classic 個能比咩嗱？誒，真係衰吧？storage，真係嚇，storage 160 gig 咯。我 still got first iPod 啊。Oh really 啊 ？Click wheel 嚟啊？The first one。加那個 gig 咩？本是水。迄個按照講一轉嘅迄個 wheel 哦，嗰時也未 touch 嘅，嗰時迄個。click 一隻電動嘅，一隻電動嘅加。一電動嘅。哦 ，firewire 啊。firewire 是。Second generation 是 mechanism 了嚇，成個是啊 mechanism 嚟 wheel 了嚇。mechanism 嘅 wheel 就是 original 啦 ，mechanism 就是 original 嚟 ，mechanism 就是行嘅。Second generation 是 touch 了。Then you upgrade the memory to 10 gig 嘛。頭先是5 gig 啊，更好潮咯。又貴啊5 gig。係啦。按照講，5 gig 啊。這邊是幾類？5 gig，哇！即係 B 兼寫是499啊，唔知。我這邊399，頭先有隻貴。I about US 500 800塊。499咯，行掉啦，499 599。你會使看the presentation 嚟嘛？用 YouTube 度係。錄掉啊！錄掉。我係你 video present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first generation iPod 咯。誒，你講個對 in general 啦，你講頭一個 iPhone 是多隻 model？ 3G。Malaysia 是 3G 哦，3G 啊 3GS 咯，跟4咯。頭一是 3G 啊。iPhone 係 2G。Malaysia 冇 introduce 過，對，所以頭一 iPhone 是 3G。小驚呢 3GS。小驚你唔講話是 please mute 你紅嘅大聲啊！你 computer。你 computer 係咪飄？pas malam ya. Okay. Computer. Ni computer 紅線嘅大聲。我做 iPhone the first iPhone 是 US 呢是哦。嚇？誒是哦。Maybe 啊 Asia 是2008過來，2008過來嘛。The first iPhone 是 2G 英國有的嘛？英國冇嚇。哦，日本冇嚇。日本冇，日本是 first 是 3G。日本只 advance 嘛，伊 carrier 都用 3G 去啊，嗰陣。哦。嗯。但係頭真係 limit 咯，頭隻 iPhone 特別真係小哦喲。我2年前啊，3年前我喺香港看到咗，我介紹我買呢。哦，買 original 啊，個叻啊，你買個叻啊。因為我真係 suka 伊後邊嘅 design。你知我學我係順啊，即係啊，伊 3G 不 original iPhone。Marcus 又唔係隻股嘛？你高端來時，佢寄出嚟試下我。哦，你看，佢寄出嚟試。original iPhone。John 都冇寄來，我愛當嘅，我未捌當過個。哦，到底馬來西亞？到底馬來西亞？特別新加坡會俾 iPhone 4 unlock 哦，冇升級咧。馬來西亞咪係 unlock 啫。新加坡都知啊，這邊嘅秘書我嘅電話行了，伊咪甲我 unlock SIM unlock 我嘅電話，真正杜蘭無。你做得咯？日本。我你到日本哟，有時你係你unlock 噶嘛？你講冇一個 carrier 咧，學攞8塊，伊 unlock 係你。伊看 carrier 本，你是攞8塊是 after contract。after contract。你行了，迄個物件是你嘅，做咩所以伊無 unlock 好，你我本未 understand 啊。你錄 phone 係冇？因為時候你用對 carrier 嘛。你樣再講。你迄個 soft 嘟啊 ，soft 嘟嘅迄個손下招啊，你聽啊，你啊，甲我 unlock 我嘅 phone， 我行了我嘅物。哇，樣你 soft 嘟你 representative 是講緊話。
只杜蘭。為什麼是歡迎來俾你學見？阿 John，你哪擺了咋？做咩事咧？你做你好我一個 reason。我幫你每一點提問啊！我幫你每一點提問。我講now because on now 時嘅話，當今咧現在啦你是對唔對？你是也是啊！你是對唔對你是特別用不？你使買，然後比較你使買 unlock iPhone，特別你就是買是你到底點嘅？你買 no contract iPhone 啊，無 contract iPhone 咧，伊 automatically 就變咗 unlock iPhone 去activate 是。特別你買是就是買 lock 嘅呢，你買叫人暫時啦，你買叫人 unlock 好你會話不到。你揾到 Australia 好濟咯，你去 Apple Shop 買啦，你簽你 contract 啦，嗰啲係 unlock 嘅。特別我聽別個，特別較貴咯，但是無那時間，特別你 contract 特別無 unlock 啦，無 lock 啦，是。你去 Apple Shop 嘅會簽咗5年往下邊，伊係 unlock。我聽別個所講啦，John C. Devoted 啊，伊講話是你卡去，你是講是經 America 啦，講你卡去 AT&T， 是 unlock 好你無？有影咩？伊講就呢啦。係咪？哦呀！John C. Devoted 啊。OK，我被放棄嗰隻豆啊。你放棄。Actually，我咪是成日買 unlock，我計講我會 travel overseas，我計講 I need a phone。So because 我攞嚟別數，但俾攞嚟，我俾部成 provider，攞嚟嗰啲買 unlock，然後我 explain 佢到佢聽，然後佢後樣 unlock 我 for free。So actually 有時到俾攞到俾，第三到可能會。你其實聽到嘅 Australia ，Australia 嚇 ，US 啦 ，US。你講你伊講嘅是阿伯樂姑啊，伊只即句講嘅即句嘅 tweet 啊，最近嘅啦。this week in tech 啊。我真係特別是最近啊，是最近啊。OK，我被 phone 你冇啊。即係 last week，嗰時 last month。最近。你話 phone 你是差唔多一個月較見，看我 phone 去。我放棄冇嘢，我講你係啊，老何先所謂我係 contract up 啊嘛。伊講伊講我 research 看就伊講唔知，所以 research 下單我只估對人講別喎，我係 manager 冇人知，講人講別是 up to Apple 人講嚟，所以我特別放棄冇嘢。然後誒個節我都對人個人講係 unlock 我 phone 別，但係講 unlock 我 phone 係我 phone 係使燒掉，我對唔理些事佢使用。你聽啊，你自敗啊，你 soft 嘟啊，搞我 unlock 我 phone。即係杜蘭呀，你知啊 ？Because 你 update 你 OS 嘅時間，你愛用 SIM 卡，無好你貴嘛。你無 unlock 你 phone 嚟講，你做一擺袂當 update 你 iPhone 嘅無？咱講得對，對咯。我當然再講AT&T就是嚟講，我就冇得杜蘭啦。所以我俾每人看，讓若是講即新嘅 iPhone 來是讓感覺到其實美國人講美國其實會出呢。馬仔是講馬仔 announce 嚟講嚟報告嚟講，伊冇講。You can get it now today。Oh my god！冇可能嘅啦，你 FCC 特別 approval。冇可能，應該一禮拜。FCC 唔是 approve first iPhone， the next 上個 3GS、4 加5唔是 man approve 嘅咩？是咩？我唔知喎。掉來是試嘅啦嚇。即陣嘅 Apple 甲頭擺 Apple 袂講無，即陣嘅 Apple 是 US 上按怎講？第搭類啊，上搭類上蝦米上有類嘅 company 啦無？有可能有 special 啊？即 FCC 袂創我伊咩？唔知啊，地方咯，我直頭幫工人死去買。驚是袂夠會呢咯。哎呦死杜蘭，我直頭把 lunch time 是走去買。人教你超來用啊！教你頭擺嘅朋友咯，佢會超袂掉安尼。好，我係在你百隻。我個 uniform 個，我個 uniform 我係穿 uniform 我就件事。咪咕，你買到嘅時候，你去做你去 video 咧，係就去 online 玩看，你試下啦。使。John，你教我講幾類啊？我看我買到，會當用啊。係咪嘅？係咪幾類？我講係咪嘅 ？unlock
你甲我買到先過來。會使，伊是 unlock 誒嘛是unlock 咪是伊 original 700 plus 呀。你是特擺你是買較細還是較大？200還是300？我特別大。300是就差唔多就買300塊嚟講，就差唔多嘅400幾呢，就700幾咯嚇。參 tax 起來就會 because 呢個 tax 呢，tax 起來就較貴淡薄。特別我 research 我未得閒等一個禮拜。誒，特別會使繳，唔知會使繳嚇，會使 ship 我 ship 嘅 tax 唔知哦。寄咩寄一個禮拜嗬 US 誒啦，你寄 courier，你寄 declare 有你 declare custom form，你講是咪咕，有你寄 happy birthday，happy birthday present to you，咪一大堆咯。From I 咪咕 ，no commercial value 嘛。哦，你是講咪咕嘅電腦還是咕嘅咩？I declare use 啊。我開起來先咯，我給開起來咯。Oh, it is declared as a gift 啊。你 declare as a gift 咧，你係 no commercial value 啊，你寄一粒你貴，因為佢嗰啲英國我特你寫有 sample 啦。你寫有 as a sample 本 iPhone 特別 iPhone 係出名啊，sample to tax 啊。我是咩？sample to tax 啊，特別但我寄對厝嗬，我嘛啦，我小弟3啦塊啦，A 咪一大堆啊。sample 是啊。但到時係personal use of no commercial value 太貴。哦。特別 depends on the iPhone 係出名啦，係咧。嗰個 custom 冇聲。I think 人哋 iPhone 咧，特別是被開起來看啊，有冇幾個嘛？有冇矮仔？可能矮仔。US 有呢減嗬。because 嘅啊是啊 ，because 上 shipping 正啊，嗰啲特別正咩？有管開率物件啊，開率 package 起來看，有開率 package。看你個膠 trust US shipping 嘅噃。看你個膠啊，你冇 trust US shipping 啊？because US shipping 但係我經 Amazon.com、Amazon 嚇，Amazon 俾物件時間一來一壓咪咪嘅了。特別臨邊物件有派咩？有啊，有一擺派啊。哦，是啊。別嘅物件，plastic 本別啊。是啊啦，你使是US 咩？唔可能是日本咧？冇啦，日本嘅壓未獎嘅。哦，冇我知一件，我就是講伊壓，不過伊是 quality 無好又係壓。我確實你啷遐邊嘅shipping嘅 carrier 啊，伊嘛box 夠咪咪啊，你看過來啊？了讓有想微微，就是微微。啊，我問一下哈，你讓 white 還是 black？white， white 咯 ，white。我係白色。哇，可能白啊！以前就是個白。我同你講下，我係後悔呢，我 iPad 啊，嗬，我買嘅時。哦咯，我看到人家白嘅話，你起條白就水白單了，白單了，我個處處查。我同你講，我真係 excited 㗎，嗬，我 immediately 我 send 小影嗬。特別我妹講是鐵嚟講，應該烏嘅較水咧，未咩？冇啊，白水咯，白較水啊，你我本買白啦。我人愛做咩？我看甲神了，看甲神了。Because 新嘅迄個蝦米，其實講 iPhone 4我本是無屬甲白喎，較屬甲烏嘅。我是甲白喎。是哦。特別我無買 iPhone 4白啦 ，because 因為我買時一直未出噶嘛。特別 3G 我是講安尼古早出。是哦。特別 3G 我嘅我就較屬甲白。啊 3G 我是甲白。3GS 咧 3GS 像啊 3GS 啊 3G 像啊嘛。是 iPhone 呢 ，iPhone 我超烏嘅較水。I mean iPhone 愛嘅水嚟講。iPhone 4，iPhone 4愛。iPhone 4我係人夾白色嘅時喎，嗬。伊真正你夾白色嘅呢，嗬，你看了是真正 fashion 時尚嘅感覺。有我愛，對。對咯，哦，那個係 classic 呢，看了。型嘅呢。iPhone 4我試掉啦，我家己 personally 啦，我出 iPhone 4嚟講話，我會較 sleek 咯，伊個 design，伊會較 bring out 伊個 aluminium 嘅鐵嘅。係啦，伊較 contrast 嘅看會到。較水我試掉。
你一白你看好事嚟講，你看到一 camera 伊。我等你看掉我 phone，就成呢。你哋講嘅時候我哋看掉喂。對，我本是看到 iPhone 4白曉，就像物件我無熟㗎是，伊個係咩啊？伊個 speaker 對面了，還是對伊個調嘅物件？對，伊 sensor，伊個 proximity sensor，甲伊個。伊 proximity sensor 伊個有點有點嘛？是咯，我上波我安尼是啊。伊有點冇點。但是伊個 sensor 嚟咩？我唔知哦。伊個 sensor 咪是見樓頂咩聽嘅位嘛是咩 ？speaker 頂面 ，speaker 頂面咯。伊 because 伊白嚇，伊 set 伊 proximity sensor 白，伊個伊唔是干啊，伊 proximity sensor 呢？不過對 proximity sensor 是伊一坑嘅，because 伊白會特別刮坑應該 sense 嘛，所以特別拍坑嘅咧，係咯。伊是 get 點係咪？我就試到迄個真啊，按怎講？插亂啊！安尼水嘅 design 呢嚟無特啲嚟者安尼點？是啦，伊個水 design 安尼simplicity，安尼簡單啊，同樣佢 get 條混出來。對，拍生起嚟了。特別你看咧 ，because 冇 proximity sensor 啊，就隻 iPad 嚟啊，都冇 iPad 伊有啲 light sensor，伊細坑咧，伊個 iPad 嘅 camera 頂面嚇，伊細坑，伊有坑，特別伊袂做伊無一條。做一個伊邊遐共關是講我來講共關，伊個 camera 邊邊遐邊近，伊 camera 遐邊加一個點本好，唔係講見擺位安尼無特啲隻些多安尼。特別換咧 earpiece 位 ，because earpiece 是 proximity sensor， 特別是 proximity sensor 就是講你換嘅感覺。你成日係換你耳嘅時候，你 screen disable 去嘛，所以特別earpiece 位。對。有爽啊！人講 technology 啊，學嘅話，我是講感覺到啦。嗰隻物件嘛，而家嚟面會頭嘅咩？頭嘅電話有啊。不，我是講，咱因為咱免用，即種個係咪個有拍按照講拍嚟講嚇嚟講啊。拍嚟講。你講，我等到波，對，你講掉，波唔是係咩螺絲啊？冇啊，你講嘅螺絲，冇，你是你講係一條嘅物件，一支嘅物件，你講機啊？你講機，都咁講好咩？你講機係咩？哦，你講機啊？暫時冇 ，I mean 好 idea 是好，但暫時都冇 peripheral 冇物件睇用。有咧，這邊出係咪樂視嘅？樂視 hard drive 咯嚇。我買了噃。特別貴咯。我買了噃。你買啊？我將我 office 嗰邊。咩是咩啦？特別我安尼咩本別再做咩咯？我只有 USB 3就夠了。是啦，有影。我試我未結婚學一間，我發覺我未結婚學一間，哎呦，伊咩啊？試我發覺想到我未結婚啦，伊講未講嘅就 topic， 等陣我。邊度呀？有名，哎呀試，咪咕字，伊本話做蘋果嘢嘛，特別伊無啲無耐嘅。激閃都冇火焰啦！我把佢笑掉咧。啊，嗰個我愛 iPhone 4我愛 iPhone 4 iPhone 5嘅 new feature 是講有嚟講我愛嘅。嚇，迄個係咪啊？叫係咪咯？有嚟講都愛，特別成時講，但是有嚟講都會使經買咩？買有啊，安怎會無 3D 嘛買咯？係咩物件？ 3D 嚟講嘛。我愛 hologram。佢後尾當然類 B 嘅迄個啊。哦，係咧。迄個我愛。日本都有幾時啊？即陣日本嘅電話了就有，就是我 iPhone 無呢，只線呢。QR code 哦，唔是 QR code，叫咩啊？你NFC 是啊。Near field communication 係 NFC 啊？對，佢哋答你，我。你成日學女嘅時咧掃者就嘢啊！
我愛當我見 Nokia 愛，我即係 NFC 嘅 phone 了，當見 Nokia 嘅 phone 都有了 NFC。我聽到 IC 了。對，你鬼叫 NFC 啦，咪死啊！誒，唔知要我在 NFC，我知在 Nokia NFC 前面 near fatal condition。near fatal condition。日本。哎呀，我會拍看之前蘋果看，我未記起。種淡薄爾啦，講特別是蘋果嘅，你啦有算過蝦米啊？Mango。冇啊冇 ，Microsoft 有。未歹喎。我冇熟㗎，伊 multitasking 喎，但伊 back button，then 掃成個讓啲 iPhone 看 open 係啲 new page 掃，安尼講我冇熟㗎。係咪嘅？你講咩？等陣你講慢慢講過。冇。Mango。哦 ，Mango，你 Mango 什麼呀 ？Mango 什麼？你上首歌咧，一個咩？一 Mango 係什麼喲？你 Mango 變咗，你 Mango 變咗上一豬血。我出Mango 未歹，就是講伊個蝦米伊個 response 啊，真咩㗎？伊個tile 哦 interactive tile 嚟噃。剛剛即種愛看畫的，咱 iPhone 是講愛看畫的來講，我那幾個畫的迄個。免了，新 iOS 5免了。你看拖落來就呢定。我伊個蝦米 Mango 來講，我伊個 tile 裏邊了出來噃。你一擺看落會知咯，了你面積來看咯。特別 I think 你使成個時使 set 你 weather now 就啲 home screen 嚟啊。I mean，你 status bar 叫咩啊？你 notification center notification 啊，特別你 notification 都該拖落個。特別你使成時唔使呢陣時冚掉嘅時，你 phone lock 掉嘅時，你看到 weather 是唔是？是咯。對。Mango 唔是 Mango Apple。特別你貴死嘅啦，見招嘅 phone。特別你 Mango 係水 icon 噃。那 notification 是敢若 text 安尼嘛是？唔知我冇看過，我冇。我快水嘅嘛。係咪你先講會 view 啊話？講條 Apple notification 哦。好啦，是呢啊。view 啊，你買牌嘅哦嚇。我感覺你話講話伊隻譜嗰啲啊，伊回紅咗佢見嘅啊，伊咩叫來譜個嘢啊？Because 我 computer 係個我買無相位，所以我係type 嘅時候我記唔記啊？我睇下，呢邊是我 computer，呢邊是我買。哇！你攞咩嘢喎？你譜個嘢喎？好啦，背來背去啦，成個線啦呢？個背去咩？Barry 係咯。Barry，這就是只是個女人冇單。你我冇單係事啊，你講我誒滯啦。冇單成冇嘛？OK，教成啦，你俾少點先啊，教點先。哇，你梗係咁講嘅咯。講呢隻咩嘅好講？別咧，冇啦，教點先啊，你啊。特別你講你貴節，咱個就講貴電器好。你講 MD， 講 Walkman。講個渣嘅電器。我真係電器，我等陣再講。Max VHS， Laser disc，你唔係講 Laser disc 大地哦。攞冰佢就冰過來啊！你那是冇你 auto reverse 是攞嚟嘅。我啲波去，做咩事愛冰哦？好啦，你叫你出字就特冰啊，特別掟起來就冰過來。Laser disc 咪係下嗰陣 vinyl 嚟 record 咯，有。下代表大地咧，嚇，對。你 record 都冇個，你歌冇聽緊一半一播嘅播嘛？你 Laser disc 你歌一個一半。做下去。係你的啲 screen 線咯。你看到鬆鬆嘅呢？我看到無緊掉無得啲 ，please change this。你有 bell，我係 ring the bell 啫。就是叮，我 bell 到老叮。
because already 超出這個話題。我就冇想話題哦對對，那或者你季節，咱個到底嚟講啊？你季節，佢就係接落嚟講咱電器店，邊啲學見電器店？你禮拜佢接去講，即係禮拜咧，希望我媽就係看到 iPhone 5，你話使顯示就衝出去買，攞佢咩對我對得？來買咩？來買啊！我愛。我等隻股啊！我等一年啊 ！iPhone 4就出時，我都未買啊！我激死啊！誒，特別我講聽，激死咪面對 try 買看啦，你隻字超，我講聽，我那時講咱出去要對我看我拜字有買無買，還是你要對我看 excited 無 excited 咧 ？Please 去對我照為 johnong.com， 唔是講條twitter.com/johnong。係咪啊？仲都 copy paste 咪會使啦 ，please update 你Google 嘅 Google 嘅啊？update 話係咪？哦，OK。啊，就自產嘅跨境。你冇對 Google 嘅，你冇對我即照照咩？我對你照照，代表我冇去照照了。你對照照，太好笑了。你冇對。對家神了。你對我照照，特別你冇去照照嚟睇咩？冇去拍你照照啦。推班你冇看了。我 OK，我 Google 嘅，我們 update 啦，maybe。麻煩啊 ，Google 嘅當今冇啲咧，autocorrect 冇啲啊，就杜啦，你真係拍字啲拍唔掉。咩意思 ？Google 嘅 Google 嘅裏面啊，依 iPhone 嘅 app 嗬，依出新嘅 update 咧是依派去 autocorrect 派去就，所以變咗冇 autocorrect，因為俾我啲拍字唔掉嘅咧 spelling。所以我講 copy paste 會使你 just update 呢。哦，對對，是我 after 我 post 咧是我 copy 啊，佢哋係即係 paste。OK。特別我有聽講講，我講冇時間看佢哋成個 copy paste 你看你想象物件。插小嘢，插小嘢。OK，感謝各位聽眾，咱就俾上看，咱這禮拜嘅邊是最新，咱甲我到上看是雷龍啦、阿莫丹啦、冠水罐啦、薄膜白、威威娃娃、小鏡。嗰隻嘢冇啊嚇，嗰隻雜寶是住住咧。冠珠棍咯，冠珠棍。阿莫丹咧，阿莫丹咯，同埋講啊，感謝各位聽眾收聽。你貴子，若是講咱有興趣嚟講，自家嚟參觀邊咧學嘅你電器店咧，佢就對你嚟話講電器嘅。感謝各位聽眾收聽，禮拜再見，拜拜。iPhone 5。